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晉明峰睇一個實用面積568尺、間隔實用、望開陽山景嘅優質兩房筍盤。以下落嚟會有屋苑嘅詳盡介紹，我哋一齊睇下。火炭半山嘅晉明峰地段為樂葵徑2號，屋苑位置背靠9套山，發展商係永泰及南豐地產，入伙日期係2006年1月，單位總數合共有424伙，屬低密度發展項目。當中包括高座分層戶、水畔洋房及登峰大屋組成。當中高座分層戶共有5座，提供2房至4房雙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由500尺至2200尺不等。至於水畔洋房及登峰大屋各設8伙，一律以4房雙套開則。水畔洋房樓高2層，提供連花園戶及連天台戶；登峰大屋樓高4層，分別為下複式連花園及複式連天台。屋苑住客會所設施完善，提供室內外泳池等多項設施供住客使用。除此之外，屋苑園林環境優美，亦設有住戶居民巴士來往火炭火車站，只需約幾分鐘車程，十分方便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 B 座，實用面積584尺，單位望開陽嘅山景，同埋望到屋苑嘅內園景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擺放到電視櫃同梳化。而門口入嚟旁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業主喺呢個位置擺放咗2排嘅儲物櫃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放到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保養得宜，附設浴室寶，係用浴缸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除咗可以放到單人床，仲可以放到衣櫃。主人房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同客廳一樣望開陽嘅景觀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